对，你现在人在哪？不是，15号，再往前开900公尺。没有意外，杨淑娟常要接到问路的电话，要在新店山区找到她的家，隐藏在树林中的2层楼房，多数人会迷路。所以你知道它这里本来是废墟，而且以前号称是鬼屋，是从没有到目前的这个样子，非常的不简单。从网络上查资料，知道有个厉害的女木匠，只花15万打造出自己的家。计划盖新屋的谢先生慕名而来。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自己需要我才来做的，做了以后别人喜欢，就来跟我问说，你有没有开教室？那我就教他们教做木工，然后我自己用壁炉，每个人都说这个怎么那么好用，我就开始卖壁炉了。使用壁炉解决山边湿冷的问题，木工教室剩下的废料拿来烧，灰烬拿去种菜。杨淑娟自豪，全部循环，毫不浪费。乡村风的装潢风格透露出她学画画、艺术家的浪漫，但言谈中有更多实际和参透。往山上跑的时候，你不用花很多钱。我跟你讲过，半夜你不会出去吃宵夜，因为你看那么暗，你就不想要出去了。东西都自己煮，外面东西都有毒，所以自己来做。花不到3000元打造的厨房，花几十元就能做出一顿丰富的下午茶，在虫鸣流水声为伴的乐活氛围中和人分享。杨淑娟证明，花很少的钱也能有好品质的生活。爱动偶尔鸦片给神带，我很喜欢这边的生活。孤守黑多雅，所以住在这。10几年前害她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偷，如今看来像是贵人。杨淑娟决定了让自己丰富的方式，只要愿意学、愿意做，怀抱着开创性的想法和毅力，她还有计划中绿色的环保屋要继续圆梦。上课喽！愛動愛鴉片嘅成筆，估數係多日。愛動愛鴉片嘅成筆，估數係多日。谢谢宗怡老师。